主后2025年2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圣职的管仔教会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民数记》17章第10到13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吩咐以色列人，大支族的首领，拢着抓因的管仔来，拢总12支，你着伫因的管仔写因的名。利未支族迄支管仔着写阿伦的名，因为逐支族的族长拢有一支管仔。你着将遐个管仔摕来会幕下伫约柜的头前，就是我甲恁相会的所在。我所敬迄个人，伊的管仔会附牙，安尼我要互以色列人袂阁埋怨恁。摩西将这个话甲以色列人讲，逐个支族的首领就将因的管仔交互摩西，一个支族一支，共12支。阿伦的管仔嘛伫迄中间。摩西就将遐个管仔摕入去放约柜的帐幕内面，下伫上主的面前。隔日，摩西入去放约柜的帐幕，看到利未支族阿伦的管仔已经附牙，生花黄，开花结杏仁。摩西对上主的面前拿遐个管仔出来，去以色列的众人遐，互因看。逐个族长就去拿家己的管仔。上主对摩西讲：将阿伦的管仔放倒去约柜面前，做这个背逆的人的鉴戒。安尼，因就袂阁对我发怨言，嘛袂因为安尼来死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做。以色列人对摩西讲：惨啊！阮会死会灭亡，阮会死了了。所我近上主的会幕的，拢会死，安尼阮稳死的。圣职的管仔教会，挑衅事件过了后，上帝用瘟疫击杀毋信服的人，但是事件的后续风波不断。故事焦点搁再转来到阿伦和利未支族。上帝肯定伊对阿伦和利未支族的拣选，是要互以色列人重返特殊。上主吩咐摩西叫12支族的领袖，逐人各摕出一支管仔，每支管仔拢着写各支族领袖的名。阿伦的名写踮代表利未支族的管仔顶。12支管仔送入圣模拟的约柜前。过当日，阿伦迄支代表利未支族的管仔已经附牙，生花黄，搁结出杏仁。想捌出埃及记的人，应该记得阿伦捌犯下的过失，帮助以色列人做金牛，甲米利暗因为嫉妒控告摩西。阿伦的过失，敢真正已经互上帝原谅，搁堪做模范，带领利未人踮圣所服侍是无？确切的答案，咱真好知影。毋过有关上帝对阿伦和利未人的拣选，有两个通确定的事实。首先，谁会当侍奉，这是上主的旨意。第二，上主对阿伦的肯定，是要阻绝以色列人对祭司家族的埋怨。昔日的祭司，也是今仔日的圣职人员，拢是上主的拣选，才会当担任神圣的服侍。就算侍奉者捌犯过失，上主也袂轻易收回伊的选调，是互伊改过的机会。但是，毋管是昔日的祭司家族，
也是今仔日的神职人员，所受选调来服侍上主的人，拢无应该忽视家己的价值会安怎影响侍奉，因为安尼应当失去警醒，若犯错就应该真心悔改，毋通一错再犯，免得失去蒙恩的恩典。伫现代社会中，各种新兴宗教纷纷出现，宣传异端思想，组织猖狂林立。假使教会无法度伫信徒身上建立属灵的财物和真理的根基，错误的教导甲未许人的假信息，就会互信徒学得分辨真假，也搁较学得甲传道人和同工之间建立合宜的关系。宗教的洗脑式教育，也是后现代自由主义的煽动，往往互教会同工和信徒之间更较放肆地互相批评，带来教会内部混乱。近年来，教会的负面事件愈来愈成做新闻话题，公然挑战教会领袖已经无搁再是甚物信仰代志。当以色列人公然挑战阿伦的权柄的时，上主互写着阿伦名的管仔不牙生花黄，搁结出行人，显示伊袂放任混乱的局面继续。上主过去积极介入以色列人冒犯圣职界限的问题，相信伊今仔日也伫教会伫同工。除了上帝直接介入，更加毋望信徒和牧者拢应该谨守本分，按正道行做，才当伫宗教乱象中，互福音的工作不牙开花结实。默想，咱是有警调，在伫上帝的主动，但是忘掉的结果，在伫咱安怎献上家己。若安尼，我伫即世间受呼召，诚做安怎的人；伫教会中受呼召，诚做安怎的人。咱受警调，在伫上帝的主动，但是忘掉的结果，在伫咱安怎献上家己。若安尼，我伫即世间受呼召，诚做安怎的人呢？伫教会受呼召，搁诚做安怎的人呢？咱来祈祷，上主感谢你呼召我，诚做甲即世界有所分别的人。你呼召我，诚做圣洁的子民，踮世代中做光明之子。真侪生命操练拢无容易，愿你赐我教业的智慧甲勇气，互我持守你的呼召，回应你的差遣，完成逐种使命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